议会定期会28号上午开议，台南市第一选区议员参选人姚振宇上午带着座位65岁以上的长者，向市长黄伟哲来真情话话。因为台南市的长者人口比例一直增加，但6都内面却只有台南市的长者爱去家己缴健保费，因此要求健保费的补助绝对袂用的拍折。健保费当升，健保费当升，市长什么名？黄山河。他说他有新增台南市的健保福利金，112年健保福利金要再加码，但是他的加码福利金的加码是有排付。最近1年的综合所得税率5%，或是查无申报资料者，而且它不仅排付，而且它是有集聚上的补助。我们国民党提出的健保费全免是65岁以上全免，但是市府提出的65岁到79岁排付之后，每个人3000块，所以依照如果每个月9912块，每年9912块健保费的比例来讲，等于是跟国民党的政见是打了3折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打折市长，我们不要打折市长。虽然一家人伫议会门口等待市长黄伟哲，不过市长后来却对议会后门进入，双方并无正面的面会。议员参选人姚振宇表示，市府提出的65岁到79岁，一担补助3000块的健保费。甲国民党提出的专业补助实在差真多，到底是执政党执政较慢，或者是市长成为拍折的市长？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